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7月26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创世纪35章16节到29节，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竞选。基督徒应该爱诚做门徒，甚至是使徒。一个愿意受上帝差派的人，真侪人拢足爱讲，也是讲真习惯，讲我要做信徒就好啊。单纯的参加礼拜，当然这是个人的选择啦吼，但是却毋是一位称做基督徒真正的使命。既然咱自称也是互人称做基督徒，就爱诚做基督的门徒。所应该思考的，并毋是讲我想要安怎做，乃是想着讲应当是上帝竞选我的目的，要爱我做啥。所以千万毋通真做迄个纯粹享受的基督徒，是毋是迄种消费型的信徒？有真侪人规个喙真够批评，但是真无有好的信用。洗礼约翰伫约旦河为着人行洗礼的时阵，伊就安尼讲啦吼，特别是对伫迄个法利赛人，伊讲，约翰看见真侪法利赛派甲撒都该派的人嘛来领受洗礼，就对因讲：恁这的毒蛇，什么人警告恁闪避上帝特别法的受气？就用行为证明恁有悔改。恁毋通家己想讲亚伯拉罕是阮的祖先。我甲恁讲，上帝会当对这的石头做子孙互亚伯拉罕。报头已经看伫树头，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，拢要甲因插落来，献落火。这是马太福音第3章第7节到第10节所甲咱提醒，一位受竞选的人应该着爱安怎来反省。上帝所竞选的人是亚伯拉罕、以撒甲雅各的家族。咱伫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35章的经文安尼看到，雅各踮伫以弗塔的时，路边甲伊的老爸的细姨比拉做伙困。雅各嘛听到这个代志，雅各拢总有12个囝。利亚的囝有雅各的大囝路边，以及西面、利未、犹大、以撒加、西布伦。雷结的这个囝有约瑟、便雅悯。雷结的女婢比拉的囝有但甲拿弗他利。利亚的女婢希帕的囝有加德、阿瑟，这个是雅各伫美索不达米亚生的囝。咱看到迄个会通讲是世代的交替，也看见着上帝竞选呼召以色列的家族继续来军队伊。亲像洗礼约翰提醒的，毋通袂记这正做受竞选的迄种粗粗的决志。
受竞选的仆人应该着怎样做？怎样做才是迄种受竞选的人？礼拜日主日的信息的中间，牧师提醒兄弟姊妹应该爱将教会当作家己的家，随时随刻愿意服侍，愿意付出心力、付出实际的行动来爱教会，来依护家己的教会。想看卖，咱感觉伫外口炸物件入来教会食，食完了后包装的凊彩黑白蛋，无做回收。那安尼敢是爱教会？伫教会使用教会空间了后，脚总半半做伊走，无需要为着教会来整理。咱的圣殿是敬拜上帝的所在，却有的人真爱伫内底，礼拜堂内底食物件、啉物件。礼拜的中间一直撸手机。马太福音12章15节到21节，安尼甲咱讲。耶稣知影因的计谋就离开因遐。有真侪人对伊去，伊就医好因中间所有的病人。伊命令因毋通对人传扬伊的代志，这是要应验通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话。恁看我所竞选的仆人，我所疼的、所意爱的，我要赐我的神予伊。伊要对万民宣告我的公义，伊袂争辩，袂宣扬。伫街路无人会听到伊的声，受伤的芦苇伊袂压制，要花的灯火伊袂分析。直到伊互公义得胜，万民拢会将望来交托伊。伫即一段的经文所指的，迄个被竞选的仆人是耶稣基督，正着先知的预言，将有上帝的仆人，上帝所竞选的仆人，是上帝所爱，并且将圣神来赏赐予伊。并且要宣告上帝将来的审判，到底这甲基督徒有甚物关系呢？咱既然称作基督徒，基督的门徒，咱就必须爱耶稣基督来学习。马太福音引用着以赛亚书的经文，安尼讲着：伊无争辩，袂宣扬，伫街路无人会听到伊的声，受伤的芦苇伊袂压制，袂欢的灯火伊袂分析，直到伊互公义得胜，万民拢会将望交托伊。15节到16节的经文，甚至讲到着当初是耶稣基督，伊伫好所有军队伊的人会病时阵，伊的名声大响。但是咱注意，耶稣基督却是坚持选择谦卑，伊选择无声，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。那像后续的经文所讲的，伊无争辩，无宣扬，也无伫大街顶悬来画休，这就是受竞选上帝牧人的形象。诗篇139篇13节到18节，你做我的丈夫，我伫老母的腹肚内。你甲我塑造，
我感谢你，因为我会受造奇妙通行为，你的作为奇妙，我的一切你完全知。我伫人看袂到的所在受造，伫老母的腹肚内，你甲我塑造。我形成的过程，你拢清楚；我未形成的身躯，你也一定看到。你为着我安排的日子，拢已经记伫你的册。上帝啊，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，你的心思实在袂算得。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，若算会了，嘛袂当透彻你的奥秘。感谢上帝拣选阮，成做你的仆人来服侍人，服侍上帝。求主你活令阮成做好个忠心的仆人，荣耀主的名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门。